大家有冇遇過一啲好中意嘅 Hermes 袋嘅顏色，但係見完佢一次之後就再揾唔翻呢？好有可能呢個顏色已經喺市場上退咗休啦。顏色係影響 Hermes 袋嘅二手價錢嘅其中一個最關鍵原因。除咗金剛色之外，其實有一啲稀有而好 popular 嘅顏色，有時候仲會貴過金剛色。例如我呢個4色嘅海鷗灰，好多人話佢係灰色嘅天花板。喺2016年嘅秋冬出過之後，好快就冇咗啦。而喺23年，佢慢慢咁樣復刻，但係都係非常之少，所以市場上呢個袋就非常稀有，所以個二手價錢就會相對會高啲啦。再講牛仔藍 Blue Jeans 呢個顏色，佢以前係一個非常之 popular 嘅顏色，但係自從佢停產咗之後，2024年重新再復刻，佢個受歡迎程度就完全飆升。而家呢一個袋可以話係藍色價格最保值之一嘅顏色，因為佢真係好好襯，任何牛仔褲嘅衫都完全可以襯到。而最多人揾嘅就係呢一個 Toggle 皮配銀扣，仲有一隻超冷門嘅顏色。每一次我用呢個袋都好多人問我究竟佢係咩色，其實佢個顏色就叫做鼠尾草綠色。佢喺2015-16年出過，喺21年曾經復刻過，喺綠色系嚟講算係其中之一個可以企得非常之穩嘅二手價格。再講多一隻近期非金剛色但係非常之火熱嘅顏色就係呢一個奶茶色啦。呢個顏色喺2022年開始有，佢嘅二手市場嘅價錢係真係可以貼近金剛色嘅顏色㗎，所以大家千祈唔好淨係以為金剛色嘅顏色先至保值。喺二手市場見到其他嘅顏色，佢應該要平啲。其實有一啲喺市場上非常之少有嘅顏色，佢嘅二手價值都會企得好穩㗎。咁唔知大家有冇遇過乜嘢其他嘅 Hermes 顏色好中意，但係之後就一直換翻呢？歡迎大家留言或者直接 PM 我哋一齊去討論究竟你中意嗰個係乜嘢顏色啦。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